Travel with Shireen 今次嚟到韓國，梗係要試下呢邊最出名嘅醫美㗎啦。今日就嚟到江南嘅 Returning 試下先。雖然呢度佢哋最出名嘅咧就係隆鼻手術，不過我就真係唔夠薑，所以咧就揀咗無創嘅療程，效果一樣令人驚豔啊！呢度嘅專業度真係好令人安心，每個環節都有詳盡嘅講解，仲有翻譯員全程陪同。至於生長同埋院長一眼就睇得出我面部有啲咩問題啦。睇佢哋嘅手勢，估唔估到我要做咩療程呢？療程開始之前，先卸妝洗面、影相記錄，同埋敷上大概20分鐘嘅麻醉膏。搽完個樣超好笑。第一個療程就揀咗做 Tonic Laser， 針對膚色唔均勻同埋暗沉嘅問題。雖然唔係做一次就可以睇到最終嘅效果，但我啲 friend 睇到之後都覺得我啲皮膚真係白淨咗喎。跟住就係我最嘅咀嚼肌啦，用 Botox 打咗我嘅哈姆太郎，打完1個月之後效果就出嚟啦。最後就係解決法令紋啦，打玻尿酸去填充，笑容都翻晒嚟啦。成個過程都非常順利，又快又舒適，即刻變靚靚。記得預先預約啊！